大家好，欢迎登来收看啊，用台语的线顶罗马字课啊，这是咱的第3课，所以即摆咱要来看足侪台语无共的韵母啦吼，韵母啊，韵母是啥呢？到即马咱有看到足侪款啊，上简单就是安尼啊、a、i、o、u 吼，啊，佫有一寡有韵尾的，像这喙暗的暗，平安的安。翁仔某的翁，吼，啊，佫有音，佫有啥声音的音吼，佫有因兜的因，啊，佫有一个无韵心的吼，像这这金的也是足光的光吼，即头光，啊，佫有像这吼，是的啊，顶摆第2课嘛有看到一个新的号做咱的偏音，所以咱有学着这吼，像打头，歹势打头，还是讲这吼，吼，像一碗面，啊，佫有这像吼，一碗羹吼，这是咱的到即马看到的韵母吼，啊，佫有足侪款，所以咱即马要来看无共款的韵母啦吼，啊，咱的韵尾吼，咱的韵尾到即马有看到即3个吼，即3个安、翁吼，3个韵尾啊，台语拢总有7个韵尾啦吼，7个韵尾，所以咱即马有即3个吼，即3个啊，佫有4个吼 ，b、d、g、h， 这4个音吼 ，b、d、g、h。嘛是声母对无？嘛是声母，所以即7个音吼，即7个声母嘛，拢会当做咱的韵尾吼，声母嘛会使，韵尾嘛会使吼。啊，这咱知影是暗吼，暗看到足侪解啦吼。啊，这咧小可无共吼，就是即个 b 即个音免安尼发安尼吼，就是爱甲迄个音甲缩起来啊，像压力的迄个压吼，压力，所以迄个音就是较短小块吼，较短小块啊。其实咱反正嘛捌听一个讲法叫做入声吼。啊，即4个音，即4个音 b、d、g、h 拢是咱的入声吼，音是较短小块啊。后一节课咱要来斟酌看这入声是安怎样。好，过来这咱嘛捌看吼，安平安的安啊，这咧，这就压。吼，压像压长吼，压长压啊，这咧，这就翁对无？计翁的翁啊，这是压吼，像压水，压水。所以你会发现吼，即2个音的位嘛是共款吼，这拢是合喙的吼，压拢是合喙的。啊，即2个拢是迄个字尖吼，遐安压。吼，啊，即2个拢是迄个字头，吼，翁压，较我哪有讲遐吼，翁压，啊，佫有即个吼，即个虚，啊虚较无明显啦吼，较无明显，像即字，这就是压，吼压，音小可较短尔吼，小可较短尔，啊，这就是像一只鸭的迄个鸭吼，啊是鸭母的迄个鸭吼，所以这4个音吼，拢是叫做入声，也是缩音吼，拢会使。举一个例，像这起压，所以这是啥？起压，安尼就咳对无？咳一碗饭吼，咳一碗吼，咳，还是讲这咪压吼，咪压捌吼，我捌伊吼，我捌伊，还是讲咱的韵心嘛会使换一个哦，像这，安尼是啥？伊吼，啊，佫爱安尼停落来吼，一较低音吼，一捌一，敢若嘛有一个俗语吼，啊，这要安怎念？这要安怎念？捌一，捌二吼，捌一，捌二吼，这应该加减看有嘛吼。啊，
佫有足侪会使换看觅吼，记咧像这吼，咱若有即个有，啊佫有即个滴吼，安尼就有吼，爱较短小可有吼有，啊是若加一个声母之有，安尼就啥卒对无？安尼一个语词吼，有卒，啊无若有即个音吼是一吼，这是伊嘛爱合喙哦，十吼十，啊佫较短小可十吼十像十是十啖吼十啖吼，咱有当时啊，若有一个即款 B D G H， 有当时啊有人讲即寡诶入声，还是讲即寡诶缩音吼，较歹区别，啊袂安怎区别？你若经一寡后壁有啊诶语词因为台语足侪佚佗物啊，什物啊，什物啊，什物物件拢有即个啊伫后壁吼。啊，你若经即个后壁有啊诶音，你就会听到迄个差别吼，迄个差别较明显啦，因为即个入声诶音会连甲后一个音节去，什物意思？就是像安尼啦。咱若讲这是 up 吼 up， 啊咱后壁加一个啊的时阵，吼这就变做阿爸吼阿爸，啊这个 B 就介明显啦吼阿爸，啊咱若有安尼七压吼七压擦吼擦，啊后壁加一个啊，咱会听到擦啦，啊这个 D 嘛介明显有差别吼，佫有像这 P 恶吼恶，啊要看到即个无要紧吼，安尼就变做扑啊，啊即个 G 嘛介清楚啦吼，就是听会出来，所以这阿爸擦啦扑啊，安尼咱即个 B D G 听较会着啦吼。好，所以咱台语7个韵尾吼，7个韵尾拢伫遮，安尼尔吼，无其他诶7个韵尾尔。佫刷落来，咱来看一寡无共诶韵声啦吼，因为到即马咱看到这6个尔吼，a e i e o u 安尼，啊有当时啊安尼无够，就是咱爱甲2个还是3个无共诶吼，啊甲到做伙变做一个音吼，变做另外一个音，所以咱即马要来看一寡例词吼，啊头起先像写，咱若要写台湾吼，台湾要安怎写？台湾，咱爱找一个 D I 台对无 ？D I 台，啊，佫有一个湾安，咱知吼安吼，佫有一个湾吼，啥物意思？吼，所以咱爱找一个 D I 吼，就是毋知迄个 I 要安怎写。啊，咱来转去看遮吼，咱敢看会着 I 伫对啦。即马有即个 a e i e o u， 啊，咱要找的是 I， 啊 I 介先有一个 a 伫内底吼 ，I 对无 I， 啊嘛介先有一个 e 伫内底吼对无 I 吼 I， 其实 I 就是即两个即两个音吼，甲小可甲夹做伙的意思啦，吼啊变做 I。所以咱 D I 台就是台湾的台，吼，安尼尔。啊，湾咧湾就安吼安，咱就知吼。啊，若加一个啥物货，啊变做湾吼湾，咱转去看吼湾a e i e o 湾，就是即个音对无？就是小可像即个音。所以其实咱若加即个 o 伫遮吼，啊，就变做湾。啊，毋过有台语罗马字有一个规则吼，咱若有安尼吼，即个 o 啊后壁佫有其他诶字母吼，除了 h 以外吼 ，h 甲平音吼，咱即个 o 若后壁佫有其他诶字母，咱即个点吼，加即个点，咱就免写吼，免写迄个点，变做安尼。
音共款哦，音共款就是乌，就是即三个字斗做伙念做弯吼弯，啊，这号做咱的韵头吼韵头，遮咱嘛有即个韵尾啦吼，韵头、韵心、韵尾啦，安尼。所以咱若要写台湾，咱就是安尼写哦 ，D I 台湾吼 ，D I 台湾台湾吼，就是安尼台湾。啊，咱看一个啊，一寡无共声母吼，好无？无共声母，所以咱可能有安尼基湾，安尼做啥？基湾关吼关，像参观吼，去博物馆参观一个吼。啊，若无即个韵尾咧，若无韵尾要安怎念？安尼就基蛙吼，基蛙歌，像唱歌的歌吼，所以这歌这关吼，台湾关歌，啊，搁有若有偏音咧，偏音嘛有哦，基偏音换吼换，安尼就变做即个肝，像肉肝诶，迄个肝就是有偏音伫遮吼，所以这三个关歌肝吼拢会用哩。啊，即个即个韵尾嘛会使换吼，韵尾嘛会使换，所以咱可能有看到安尼基啊，搁啥挖吼挖，像这基挖决，安尼就决定。啊，即个挖若无声母吼，就变做安尼尔吼挖，像挖头，还是倒挖正挖吼会挖。吼，所以这拢是即个乌啊变做哇即个意思吼。啊，搁有像这乌会变做话，安尼嘛用伫哦。乌的话，吼，安尼就变做像咱若写这反正嘛看有台湾，啊，这要安怎念？台湾话对无？台湾话就是安尼写。吼，啊，咱若有一个声母，像这基话鸡吼，像西瓜的鸡吼，西瓜，还是讲比话，安尼就杯对无？一杯水，还是杯灵机吼，杯灵机。啊，杯灵机嘛有人讲飞灵机对无？飞灵机啊，拄好飞灵机嘛是无共的一个韵心吼，飞灵机就变做安尼，鱼飞吼，飞吼飞灵机，所以有人讲飞灵机，有人讲飞灵机。吼，搁有咱若要写一个车好啊吼，车要安怎写咧？车鸭吼，即个鸭咧要安怎写？即个鸭吼啊，应该是听有啦，就是啊伫遮啊鸭咧鸭，咱看遮吼鸭啊伊，改成是即个吼饲吼，就是即个音。所以咱的车就变做安尼吼，车吼，共款，遮就是咱的韵头吼，遮就是咱的韵头，车吼安尼，啊，搁有像这吼，车对无？野车，还是讲骑车安尼做啥？
去呀骑车对无？骑车吼，呀车骑车，啊，佫有偏音对无？偏音嘛会使，所以偏音就变做安尼，赢吼，这呀这赢，像输赢会赢，还是讲有即句话足有名诶吼，像安尼，吼我想写哦，啊，这是咱诶赢吼，偏音。吼，这嘛是赢偏音，吼啊，即句话安怎念呢？吼，这先免考虑吼。爱，这是台湾的爱对无？爱，吼，台湾的台，会记了台湾是安尼写哦。所以这是爱，啊，这 b 赢，吼，偏音赢，爱拼，吼，爱拼。才会赢对无？爱拼才会赢吼，啊，佫有一个句点。好，啊，佫有啥？加一寡盐好无？加一寡盐，咱听着吼，盐暗就是咱的暗吼，这咱就知吼，暗。啊，若写盐咧，盐就是头前遮嘛爱加迄个韵头啦吼，安尼。吼，暗吼变做咱诶盐吼，加一寡盐，啊若加一个声母吼，就变做像安尼盐吼，安尼就咸吼，咸对无？啊嘛会使换一个韵尾吼，韵尾，像这就是咱诶压吼，压力诶压，啊咱若共款加一个。即个韵头吼，啊，就变做压，对无？压条诶，迄个压，或者盐咸压吼压，啊无就像安尼红嘛有吼红，啊若加一个韵头变做啥？样吼样，像我若讲是。样香吼，一双滴吼香啊，若是讲是叶变做啥？叶吼叶的迄个叶，所以咱嘛会使写做像安尼，啊，这是啥物意思？拢共款是即个盐甲叶即款的音吼，鸡盐咸吼，鸡吼这还袂看吼，个咸个是叶叶咸个叶吼，咸个叶。好，咱甲拄仔看到的一寡文本甲整理起来吼，因为开始变甲较侪啦吼，所以即摆有看到像这，咱知影安吼，安若加即个韵头。像安尼，啊，就变做弯，对无？弯。啊，若咱的文本是暗吼，啊加即个韵头，啊就变做啥？就变做盐，对无？盐，所以弯盐，啊，这拢会使换吼，换吼，还是讲换吼，一碗两碗的碗吼，还是讲换吼，这嘛会使吼。像样佮有吼啊叶佮有啊，迄个偏音嘛有吼赢吼，还是赢吼，所以这拢会使换来换去。啊，拄仔嘛有看到像即个话台湾话的话，还是讲一个飞连机的即个位吼，啊，佮有还袂看到的像这。药吼，这个药，像药的迄个药，还是讲药吼，这就像药味药，啊，佫有人讲油味对无？油味啊，油味就是安尼油，还是讲这油吼油，所以遮内底韵母吼，拢有即个韵头吼伫遮。
拢有一个韵头，吼，就是即个。吼咱阁有一款两字诶，吼，就是咱台湾诶迄个爱，吼，爱就是即个，吼，所以爱才阁有吼。阁有一个还未看到两字诶，就是我若写这敢看有吼，试看觅，即个吼还未看到，这就是啊有吼啊有后后即个鱼有鱼，猪后豆鱼有鱼，豆腐吼豆腐，所以才阁有一个后。即两个小可较特别，就是即两个嘛会使有当时爱加一个韵头吼，像遮个韵头吼，咱的韵头应该有三个吼，伊乌阁有有吼，伊乌有三个。即两个敢若一个尔吼，像我若要写怪怪，怪怪要安怎写？怪怪就是鸡，个咱会听到即个哀对无？怪哀吼，哀后壁哀，阁有一个韵头伫遮吼，乌吼怪怪，都变做安尼怪，共款迄个点，共款即个点就免写吼，怪吼怪怪。怪怪还是怪怪吼，拢会用哩。还是讲即个后吼后，我若要写腹肚枵，腹肚枵要安怎写？毋倒一个伊吼后，就变做腹肚枵吼。所以咱阁有遮 o i y， 阁有一个伊有枵吼，即两个嘛会使写一个韵头伫遐吼。所以咱遮诶韵母吼，韵母愈来愈侪啦，韵母愈来愈侪大部分好来甲在是安尼简单，就是咱知影即个安吼，加一个 o 就变做弯吼，弯吼换安尼吼，还是讲这盐吼样吼，还是讲这 i y 后枵。大部分拢真简单，敢若有差不多3个例外尔吼，所以咱爱即马来看遮个3个例外，其中一个吼，就是即个点，就是 O 甲即个点吼。一般咱无爱写迄个点，都变做弯吼，无点。但是有一个所在咱爱写迄个点吼，所以这是头一个例外。一般咱的规则就是，咱若后壁有别字吼，咱就免写迄个点，就像安尼对无？就是即个点，遮就免写。但是咱若后壁是鱼吼，鱼，咱就爱写，这咱就爱写。是安怎呢？咱就爱会记哩吼，即两音无共吼，即边是吼即边是台语拄好无即款音吼，就是加一个吼，无迄款音，所以咱写的时阵，咱就省一个点吼，无需要写。毋过若后壁是吼，即两音拢有吼，即两音拢有，所以这有吼，这有吼，无共音安尼。譬如讲，咱即马伫咧学台语吼，就是即个吼，还是你摕西瓜甲磨咧吼，磨吼就是即个安尼咱的韵尾是的时阵吼，即个点咱就爱保留。所以咱大概会使安尼写啦，就是写着的时阵吼，这是有吼，即4个拢是即4个拢是吼，所以即边迄个点拢看会到吼，拢看会到。过来咱省迄个点的时阵，就是剩的拢是吼，
像哇、弯，吼，还是讲way，还是讲way，吼，还是讲这也要看到吼，恶，还是욕，还是on，还是用，还有像up，吼，所以这边诶，吼，咱这个点拢毋免写，吼，拢毋免写，敢若这边爱写，啊，这边是吼，啊，这边拢是吼，哟，哇喂恶弯喂哟用up，吼，拢是迄个音。好啊，这是头一个例外吼，啊，佫有两个啊，这较复杂吼，较复杂小可啊，剩两个例外拢真简单，真简单，吼，所以简单讲一个也就好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吼。这两音，咱若照伊的字来读，咱凡说像是啊，有吼，对无？啊，有影，就是有诶人会腔口是安尼咧讲甲吼，甲凡说较早嘛有较侪人安尼讲，啊，毋过即马吼，这较主流诶音是已经变做一个甲吼，甲安尼。小可改成是即个吼，啊加一个吼，啊毋过即个咱知影吼，即个拄仔有看到，咱若写做安尼，其实伊诶意思是安尼，所以是吼，安尼就无共。吼啊，即个主流腔口差不多就是即个音吼，啊嘛有人无遐重吼，就变做啊即边嘛共款就是吼，像譬如讲这英语吼，还是英文吼，还是讲吼，啊即边像一美金吼，一箍钱，还是讲迄是啥物色吼，啥物色是吼，色红色吼，迄色色，吼，这是第二个较简单吼，第二个啊，佫有第三个例外，就是咱的即两个。即两个音吼，照伊诶字来念，咱反正想讲这是安吼，对无？这安啊，这咱诶韵头啊变做烟，对无？烟，台语敢若无烟即个音吼，无毋对啊。大部分诶人无即个音吼，大部分诶人无即个音。有当时啊嘛有人讲烟吼，烟，但是一般即个音已经变做 n 吼 n， 啊，即个音已经变做 at。吼 at， 所以即两个 n 甲 at 像我若写做安尼吼，像这吼 b n 便吼 d on 当便当吼便当，啊是像这。这是啥 ？he ate had 吼 ，he ate got had got 吼，甲物件摕去 had got 吼 had got 便当 had got 吼，都是即两个音 n 甲 at 啊，有当时啊嘛有人讲 yen 啊是 yet， 但是一般是讲 n 甲 at 较侪吼，所以这是咱两个其他的例外吼，即个 yen 即个 yet 即个 n 即个 at。安尼尔吼，啊，即边的迄个 o 甲吼较大条啦吼，较大条小块。好，所以咱的韵母就是到遮吼，应该爱甲整理一下吼，就是因为有影看到足侪无共的韵母啦吼，所以进前捌看到的有啊、e、
乌有对无？啊，还有暗安红，啊，还有像这音吼，声音的音，啊，还有音吼，引导的音，啊，还有像这韵吼，坐准的韵吼。啊，咱即届有学着四个新的韵尾，然后像这着压吼，压力的压，啊，有压吼，压长的压，啊，有压水的压，啊，有这鸭吼，一只鸭吼，是一只鸭吼，啊，还有像这一吼，十的一，啊，还有这吼一像捌一毋捌字，啊，还有像这吼郁，这着郁卒的郁吼，这是咱的韵尾吼，韵尾。啊，一届佫有学着足侪有韵头的韵尾吼，那有韵头啊，就变做安尼啊有哇、弯吼，啊，佫有啥？佫有挖，佫有换，啊，佫有偏音哦，啊，其实佫有偏音，其实遮嘛有偏音哦，啊、嘛有偏音，哇、弯、挖、换，啊，佫有一个话，佫有位吼，啊，佫有像这呀，啊嘛有偏音。呀，吼对无？呀甲呀偏音的差别，啊，佫有像这盐吼叶，啊，佫有像这样叶吼，这可能还别看吼，石吼石落去的迄个石，啊，佫有一个台湾的爱吼，啊，佫有一个豆腐的后。吼啊，这嘛会使有韵头，安尼就变做歪，像怪怪的歪，啊是巴肚枵的枵，啊，佫有三个例外吼，三个例外，头一个就是咱即个甲乌，要注意后壁若是虚吼，即个点都爱写吼，啊无你就免写，因为即两个无共音，即吼台语吼罗马字，即像西瓜木咧吼，啊无你就免写，像这吼吼，这拢免写。好，过来另外一个第二个例外，就是咱的用甲益吼，用甲益，上尾就是咱因甲益吼，所以例外敢若即边尔吼，即边是例外。例外啊，其他的吼，咱还袂看到的，因为遮应该看起来有40几个啦，我毋知，拢总差不多70个韵母啦吼，所以遮有足侪啦吼，剩的拢照规则啦吼，就是安尼，例外就是安尼尔吼，例外介少啦吼，无遐侪啊，剩的拢照规则念吼，无啥物困难。吼，你就看着即个我知这安吼，这加一个乌，啊，就弯吼，啊，这暗加一个伊就伊暗吼，安尼尔照规则念就会使。好，咱的韵母到遮煞，后一节课第4课，咱要来看台语的声调，啊，台语的声调是上切要，嘛是应该讲嘛是上困难，但是阮袂尽量甲简单化吼，互大家。听有吼了解即个台语的声调甲调号，要安怎看，要安怎处理吼。所以第3课到遮吼，第4课再会。